够成功的完成，它没有咳嗽，没有不适、闷热或紧张等证明你没有纤维化在肺部，基本上表明没有感染。在关键的时刻，请每天早上在空气清新的环境中进行自我检查。日本医生治疗 COVID-19 例的严重优秀建议，每个人都应该确保自己的口腔和喉咙是湿润的，不要干燥，至少每15分钟喝几口水。为什么即使病毒进入到你的嘴里，饮用的水或其他的液体会通过食道进到你的胃里？你的胃酸会杀死所有的病毒。如果你不经常喝足够的水，病毒就会进到你的气管，进入肺部，那很危险。请发送并与家人朋友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一点。请大家注意，世界可能很快就会从冠状病毒中康复。祝一切都好幸福哦。早上起来以后用盐水漱口，出去前回来以后都用盐水漱口，或者喝那个绿茶泡热开水，然后再加那个柠檬汁来喝。也有人是柠檬汁加盐加开水这样来喝。